歡迎大家收睇保險個案知多啲，我係 Otto， 我係 Maggie。今集嘅個案係講投訴人佢因為胸痛持續咗1個星期，所以睇咗醫生，醫生就安排咗佢喺10日之後入住咗私家醫院，接受咗24小時心電圖、心臟超聲波同心臟 CT 檢查，診斷結果係急性不穩定型心絞痛。最後投訴人住咗1晚就出咗院。保險公司收到相關索償之後，認為投訴人嘅住院係冇醫療必要，所以就拒絕咗投訴人嘅住院索償。於是乎，投訴人就向保險公司上訴，並交咗一封主診醫生嘅信，內容係指投訴人患有急性不穩定型心絞痛，喺佢休息嘅期間會反覆出現胸痛嘅症狀，呢啲症狀喺佢活動嘅時候會更加嚴重。因為急性不穩定型心絞痛係屬於醫療緊急情況，需要入院治療。基於安全嘅考慮，醫生建議投訴人最好入醫院接受治療。但係保險公司就指出，投訴人喺住院期間係冇服用到治療胸口不適嘅藥物，所以維持原判。咁之後投訴人就去咗保險投訴局度作出投訴。不如俾3秒大家又估下佢投訴成唔成功？投訴嘅結果係唔成功嘅，關鍵就係醫療必要。咁我哋應該點樣斷定乜嘢係醫療必要呢？根據保單條款，醫療必要係指為咗診斷或者直接治療受保人嘅傷病而需要嘅住院，又或者受保人嘅傷病需要喺住院嘅情況下，先可以安全咁接受充分嘅醫治，當中包括住院、治療、手術、用品或者其他醫療服務。投訴委員會經過調查之後發現，投訴人佢喺住院嘅第1日係冇接受過任何檢查或者藥物嘅治療，到咗住院嘅第2日先接受心臟檢查同埋血液嘅檢驗，而佢亦都喺心電圖報告發出之前已經出咗院。加上投訴人首次求診同入院嘅日期相距都有10日，而接受嘅檢查其實喺門診都可以安全同有效咁進行，所以投訴委員會認為，以現時嘅文件唔能夠證明投訴人嘅住院係緊急同有醫療必要，最終裁定保險公司唔接納有關住院索償申請嘅決定係合理嘅。咁投訴委員會嘅意見係，如果證明到住院純粹係為咗接受診斷性嘅檢查或者測試，咁呢一類型嘅檢查或者測試係可以喺門診安全咁進行嘅話，咁喺住院保單嘅條款規定之下，咁呢一類型嘅住院就唔係醫療必要啦。咁為咗確定住院係咪屬於緊急嘅性質呢，投訴委員會亦都會考慮受保人入院嘅日期同埋就診日期相距嘅時間。好啦，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乜嘢係醫療必要嘅話，不妨 inbox 留言俾我哋啊！今集保險個案知多啲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